以西結書第1章。當30年4月初5日，以西結原文作我，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，天就開了，得見神的異象。正是約雅斤王被擄去第5年4月初5日，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，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。耶和華的靈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。我觀看，見狂風從北方颳來，隨着有一朵包括閃爍火的大雲，周圍有光輝，從其中的火內發出好像光耀的精金，又從其中顯出4個活物的形象來，他們的形狀是這樣：有人的形象，各有4個臉面，4個翅膀，他們的腿是直的，腳掌好像牛犢之蹄，都燦爛如光明的銅。在4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。這4個活物的臉和翅膀乃是這樣：翅膀彼此相接，行走並不轉身，俱各直往前行。至於臉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臉，右面各有獅子的臉，左面各有牛的臉，後面各有鷹的臉。各展開上邊的2個翅膀相接，各以下邊的2個翅膀遮體。他們俱各直往前行，靈往哪裏去，他們就往哪裏去，行走並不轉身。至於4活物的形象，就如燒着火炭的形狀，又如火把的形狀。火在4活物中間上去下來，這火有光輝，從火中發出閃電，這活物往來奔走，好像電光一閃。我正觀看活物的時候，見活物的臉龐各有1鱗在地上，鱗的形狀和顏色原文作法，好像水蒼玉，4鱗都是一個樣式，形狀和作法好像輪中套輪。鱗行走的時候，向4方都能直行，並不掉轉。至於鱗網，高而可畏，4個鱗網周圍滿有眼睛。活物行走，鱗也在旁邊行走。活物從地上升，鱗也都上升。靈往哪裏去，活物就往哪裏去。活物上升，鱗也在活物旁邊上升，因為活物的靈在鱗中。那些行走，這些也行走；那些站住，這些也站住；那些從地上升，鱗也在旁邊上升，因為活物的靈在鱗中。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，鋪張在活物的頭以上。穹蒼以下，活物的翅膀直張，彼此相對，每活物有2個翅膀遮體。活物行走的時候，我聽見翅膀的響聲，像大水的聲音，像全能者的聲音，也像軍隊鬨嚷的聲音。活物站住的時候，便將翅膀垂下，
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聲音，他們站住的時候，便將翅膀垂下。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象，仿佛藍寶石。在寶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狀。我見從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精金，周圍都有火的形狀。又見從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狀，周圍也有光輝。下雨的日子，雲中虹的形狀怎樣，周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樣。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象。我一看見，就俯伏在地，又聽見一位說話的聲音。